早晨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嘅元旦日，俾我呢個馬騮向大家講新年快樂啊！2026年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，萬事如意。我表現你個中國嘅地中慈善廣場，真正嘅 power 力量，所以大家好呢個小心打手，呢個就係中國嘅景點，最72隻嘅之一嘅遺址城，遺址城打造火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早晨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嘅元旦日，俾我呢個馬騮向大家講新年快樂啊！2026年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工作順利，萬事如意。我表現你個中國嘅地中慈善廣場，真正嘅 power 力量，所以大家好呢個。小心打手，呢個就係中國嘅景點，最72隻嘅之一嘅遺址城，遺址城打造火車，多謝大家收睇。